做台语歌会让我觉得我可以回归到最原始的那个自己，然后去把以前的养分拿出来用。我觉得那个养分是现在在当时我觉得比较少人愿意拿出来这样子写歌的，所以应该是找到一个自己的归属吧。台语伊伫咱中南部的囡仔，就是陪咱大汉的一个上熟悉的声音，所以我感觉伊对咱来讲是最亲切的，然后是最灵魂的，然后是诗的领域。很多的台语的措辞是国语没有办法呈现出来的力道，所以我就开始对台语比较着迷。像阮走过这么多国家，我感觉是愈在地愈国际，因为咱在地台湾在地物件是户口无的。有你也去英国去唱音摇、唱英式摇滚，那对因来讲，因逐工拢听到，所以因袂感觉特别。所以我一直感觉，一直鼓励大家少年囡仔加写一寡台语歌。我想不只是台语歌，我觉得任何歌都是这样，它最终会留在你心里的歌，都是因为它的故事感动你，它的故事跟你的人生有连结。所以我想你自己创作出来的这首歌，它是代表着你，代表着你的生活跟你所向往也好，你看到的事情，你想怀念的，你希望大家珍惜的，我觉得那个才是一个写歌的重点。我觉得创作就是一种生活的分享，所以它其实是可以很轻松的，然后不要有太多的得失心，因为如果说有太多的得失心，反而会去压抑你的想象力，出来的东西如果有太多的算计，也不容易感动别人。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就是诚实的分享，然后尽可能天马行空，或者是大胆的讲，不要害怕被听见，因为其实创作可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其实就是诚实，对，就是好好的，就每一首歌，其实我们都会蛮用心、蛮细心的去处理它。是，对，然后因为其实我们刚开始写歌的时候，我才是20几岁的小毛头，是的，所以其实那时候要让自己心静下来，然后慢慢的去创作，然后慢慢的编曲，然后制作录音，其实真的是要有一点点耐心的。其实就甲你做这物件，你所看到、所感受到，会使甲写出来。因为你写无可能逐条拢是最好听，可你就是累积你的作品。只要我们从生活经验当中去累积一些我们创作的元素啊，然后更多的朋友更用心的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故事需要去记录它。那我觉得投入台语创作的朋友，希望大家发挥各种各样的创意，然后把我们这块土地更丰富的文创表现在台语歌曲创作上面。我想为自己的创作路也写下一个纪念，用这样子的心态去完成作品。我想对自己的人生也好，对自己喜欢音乐的这个过程也好，或者是想要为台语歌创造一个新的感觉，我觉得就唱你自己的人生，唱你自己的故事吧，那个是最重要的。